車2波3波啦。係啦，快啲加速，同埋攞翻中間位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嗰個咁大位咧，啲車就喺側邊上嚟㗎啦。唔使讓位俾我喎。呢啲位好適合上3波啊！加速啊，大力加速啊！頭先過完斑馬線，左邊路口有望 ，OK。但你望住左打住右燈啊！去到呢度先，慢慢望鏡力頭打右燈，前咗少少，再望鏡力頭多下，然後先慢慢挨拍佢都未遲。右個右燈唔使熄嘅，反正前面都要轉右上去，係啦。停車佢哋可以預到再鬆少少。呢度仲係 OK， 鬆嘅掣2波上去俾油，熄燈。大啲油啊！而家我哋行20幾，係啦，大啲油都冇問題。如果以而家咁嘅路面情況嘅話，有啲慢啊，車速。過完水馬轉發波，係啦，望多下，係啦，都可以。好，見到前面有架死車喺度，咁即係我哋一出去嘅時候就有燈唔使熄咯，直接抽埋出去。但係小心對面有出嚟啊！你打住左燈出去啊！冇望就打燈啊！望完 OK 打燈。再望先，慢慢出去。車速平均好慢，10幾啊。落嚟。呢啲應該3波行到30咗啦。等啦，再望，係啦，用埋腳掣啦，嗱，唔好去臨停先用個腳掣，或者先去減速啊。好，左邊路口望望，呢個位轉彎啊，轉到過埋個坑渠過先轉咧，你就翻時中間，如果唔係就用咗少少人哋條線，可能轉彎位置唔正確㗎啦。好，然後靠左少少先啦，等下的士過先啦。係啦，繼續去啊！好，而家掉頭啊！係啦，有啲嘢，有啲下，應該可以轉得好啲啊！整體車速提升啊，行得好慢啊！行得有啲慢喎，前面冇車，有啲慢啊！唔好唔急住轉波彈幾節。慢慢做，係啦，望多下，係加速，嗱，熄燈，係啦，提升翻個車速，路口要望啊，右手邊，好。
繼續3波繼續去啊，行到40都仲可以啊。望咗先打。呢下會好少少，哎呀！哦，呢下減速會好少少，但係停嘅時候頭 brake 攞大咗架車有少少偏右啊。望完右邊，又先轉彎，啲轉彎位置調整下，嗱，左邊近鏡幫望望，右鏡右頭打右燈，呢度早少打燈，後尾車知你會準備靠右，係啦，望多下壓油，跟住個斜線咁樣壓油 OK 啦，係啦。但係壓完油之後，間中都要望望左邊同右燈唔使熄。係啦，留意下而家考場嘅路面情況，有人準備過馬路。亦都裏面塞晒車，所以我哋就保持佢停低，係啦，左右望，呢下停車就靚啲啦，因為我斜路幫你做咗部分減速，所以臨停嘅時候架車就啲力用得好啲。如果咁樣轉完之後，大概會喺邊度停啊？嗱，做翻考試咁停車啊！唔好攝車啊！係啦，起步冇聲，諗住短距離開停，但係呢個短距離開停都要攞直架車平衡先啊！係。好，我哋喺前面停低啦。